俩下真要紧嘅是后背马街是太雅姜酒饭哦。太姐，你要拿嘛个？拿香蕉哈，姜酒哦，嘿你可以看洋给姜酒要用煎做的吗？哦，你很会剪呢，可以哦，你很厉害呢。刚刚你让我对对，用你好厉害哦。可你要拿姜酒做这点，我们要要摆点的吧？不要素哎，素都糊味呢。这个才这已经香。过熟了吧？握手，你闻看看，很香呢。啊，用按素给来做，一定要这样，这甜度才有，而且胶质啊，而且不会粉粉的。一定一定要这样熟到忘。你已经甜到就已经发酵了。就是要这样子，让它释放出它的香味来。而且皮黑黑的，你看看。黑的比较好。对。素都冻久的啊。对对对。我看下没芭蕉的管香菇素较 Q 吼。一般的姜就做得无嘞。也可以啊。今年全部按用不用几多？要几多斤的？要糯米吗？这个糯米，10斤糯米，6斤香蕉。10斤的啊，按做都按多少的甜吗？吃得完呢，因为我们以前爸爸去打猎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一天当中只有煮一餐嘛，真的，一煮的话要吃3餐，是不是？然后他们也不可能背着锅子去山上啊，然后他们肚子饿了带着一小袋的糯米啊，然后香蕉山上都有啊，因为这山上的香蕉哦较好，较多按用的就对了，才会有那个味道。太近按用白就直接丢落去哦。对呀，直接放上去啊，煮熟的。但用素按用搅搅啊。对对对。好，不要怕它，要压。好，很好卖的呀。好。拿姜酒同糯米饭研到圆圆，齐妈妈讲重点是张一个，就会听错爱拿姜酒研水，因正规块嘅姜酒较会变质变糊。虽然唔会影响面色，不过看起来无咁好看。我记得咯，食材嘅色係當重要嘅，讓食材完全還原過後，撒下來就要用足夠嘅姜酒葉來爆飯了。你先这样，这样子，就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没有。你看我这样 OK 吗？对 ，OK。那我要把。可是这个破掉了。哇，怎么办？来，这样。浇水。没有，这样。你还可以把它藏起来哦。对，藏起来了，这不是藏起来了吗？那就老包装的姜用哎。而且你看，我呀姜酒饭还一定要用姜酒叶不？一定啊。这唔得千万用姜叶不要不好看。不好看，而且也不好吃。不好吃。不搭配的。真的。可是这个香蕉叶有香蕉味吗？有啊。哪有？有。没有。真的时候就有了。真的吗？啊，不用几多的呢？要稍微松一点。松，为什么？因为煮熟的时候它会爆啊。哦，会碰一了。对，会胀啊。姜酒饭你的泰雅语要怎么讲？肉是香蕉嘛？对。饭呢？肉妈咪。妈咪。哦，都妈咪。等一下就。那个。哎，保护呀！对呀。保護個沙皮哦。水果了。過嚟。哇，你太重。幾啊？太熱到，電動街上來。冇有香買嘅。有香買嘅。山東車位喺度多啊，唔值錢的呀。哦。做環保啊。要到啲年出名菇咯，應該較少用啊，用太州吧。都硬黑人嗰個用。黑干年章有沒有？那有冇？冇咩？很多包。但是古大湯拿過啦。啊，這幾嚿啊？最少1點鐘哦。1點鐘。這咁多熟得碰佢啊！即係碰佢啊！客家嘅泰州啲年出名嘅部落，少出火焰，倆正經係當特別嘅景象，也係泰國一種行走嘅表現。